嗨，Hello。来，我来甲你问一个问题哦。今晚就要考试啊？嘿，你要台语的考试，透早起床，还是天光才困？天光才困。咖啡、豆奶、豆奶、洗面洗喙，还是整理头鬃？整理头鬃。咸糜，还是先倒一指？咸糜。坐客厅车，也是行路散步？行路散步。食餐厅，也是食路边摊？食路边摊。食卤肉饭，还是食面鸡？当然是卤肉饭。市啊，还是要去大卖场？去市啊。是要做主持人，也是社会学者？社会学者。上尾，讲一下宣传词的。嗨，我是李明聪，一位社会学者，也是主持人，邀请大家。嗨，我是李明聪，一位社会学者。嗨，我是李明聪。嗨，我是李明聪，一位社会学者，也是主持人，邀请大家每礼拜二暗时准时收看我伫市仔一港大大，就伫公司台语台哦。